了，本姓安了事之臣。小爷，我叮咛此事，望待土上尊，一切我待土上，事实上反射去非，自前东有请二位他臣，是，有请二位他臣。见恩怨他臣，二位年兄免礼。二位年兄，大人我等痛苦告终，少年得志，理应廉洁奉公，执法治犯，不为强权，为民作主。大人色的举止，色的举止，二位年兄不必拘礼，请手下叙话。我替他臣，这位大人真是面熟得很呐！今日是8月中秋，有缘之日，本身二位年兄的婚期都停在今日。咦，大人你怎么会知道？是在知道。哦，哎呀，大人啊，我为今日到此，乃是为亲母同饮和欢喜。哎，新娘都不见了，还可怎么好欢喜？怎么新娘不见了？堂妹三弟妹都不知去向，连那园林师傅也踪影颠覆。岂有这等妻子？岳师和父听说是被狼汉人强硬关押，这不相救，必然凶多吉少。是吧？他臣啊，当今之上两条龙，一条混嘞，一条银，银的是赤金黄的陀罗金，换的是宋金。他也是个亲戚好义，关的江山之中情，今日豺狼真凶狠，怎为他我骄骄不已也闻名，今日祝福求他。祖母登记被子里，这个，哪个？哎呀，大人啊，不要这个哪个了，原是何父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且让听我大人相救啊！燕军一发，刻不有问，你是才亲临问，理当为民死二位年兄。云天心
家呀里同心，四郎抬自己追到去城，有情人见贤弟，皆是良人，提相诉团圆月，心结心情。新娘子他只见君临见面，老郎去客就为自当门，今日里我全做自个红衣，孙姨娘心小心，小兵不护城，年年兄开路插旗有你堂，红边兄9年牙床明路生，兵贵怎可此一句年兄啊，莫贪特修生命，保管你们心相思是啊，他来此你就与他追进，然后这也就细细又该是何常理嘛？这里也牛妹小弟亲笔书信，你可随便为明吧？牛妹书信慢，此信要你离开新官府，故桥无力方能查看，这又是为何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哦，是此下官告辞。这位新官大人真是奇怪，奇怪得很啊！我与你也太醉哦！哎呀，大人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你怎么也要走了啊？我醉了，才好让你这个孙秀才连病上阵，长你的开路喜呀！哎呀，他屋楼里卖的什么呀呀？是这老郎不来，我又与谁唱戏？郎中禀姑父。哎呀，老郎真的来了，有请，有请。快请新官大人出堂，本总兵前来拜会。来飞后臣，总兵郎恒义，立此后生。新科传话，新人不以叶分明，你尽管不可怕呀，你天意。关公刀归将相去，我怕叫他远远里大不论相离。这个风声还不得令人分去层层埋亡你，分明是你皇上论之后等等听闻到老张听当的关心，这月遭到王
人家家，你竟敢打天子门！就是你打扰了老夫，我连新闻都滚当。新闻大人让他生，你也来得巧。新官大人，我要告郎中兵，郎中义。新官大人，我要告新人府尹叶文明。请新官大人秉公而动。请新官大人也拜叶文明。哎呀呀呀呀！新官府竟成了公堂衙门。好，那谁是原告，谁是被？是人，你们都是原告。郎中兵，你位高权重，威震四方，请郎中兵先讲。那叶文明将强老夫子气原有理，谁不可杀？你颠倒是非，一派无言。你胆大包天，为所欲为，枉法！你自杀反目！臣愿听从郎大人，郎愿接听，可有美人？愿大人亲去来许婚，万语更天为美臣。臣愿再问叶文明，若愿婚配何为凭？你父母亲自来聚会，亲来都把两言今是两家婚，再快活水是民安远离。郎恨应早年自家强的婚，叶文明无法母亲将强亲，谁是非比，谁是原子海上堂是原子海上堂。原来哦，不，岳母大人，这跟帖上是不是你亲手用印啊？议长啊，我与若丽只被你亲自许婚。不是，看你我愿一女今许了婚，你可自裁？下官之才，可是我也是非必无奈呀。新官大人，不必多问，这跟帖上写得明明白白。宁王愿，你女若丽是何年何月何时所生？西北堂臣，此女若丽乃6月初3卯时所生，现年29岁。郎大人，这跟帖上写的是年方28岁，2月初2辰时所生，这跟帖不符，说道理呀。怕是一时疏忽吧？也是疏忽。凤冠衙门地区本不乱家宁亲。呀，这难道也是疏忽不成？谁的信息不是为真？老总兵，你可是算将御用之物写在跟帖之上，才完起军？无凭无据，有什么欺君不欺君的？我有凭证，送君堂堂。
生，郎朋引进王元，夫人请孤专被御封，我也被与官府乱将不正去采。他走。强被永远的扣子里，这区区小事何必多问？你指手万法，尝试强听的也是你。老夫就是喜欢这个丫头，你又能传我何才？你是非奉义，私讨乱家，藐视公理，我判你个千举妄堂之罪！奉义乱家纵乱，四目受到，可是今上吏之用，我将他献于王下。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情侣其中，我安自家，把头群彩衣见彩条，本愿告诉唐僧来，一路长命愿必成。这怕是放我不得。你抬头滚滚，于是上上放箭，心上。